財經熱話係由工銀亞洲特約贊助播出。大家好，歡迎收睇一周財經熱話。近日歐債危機繼續肆虐，黃金作為主要嘅避險港口，價格就持續高企。我哋今日請嚟匯海集團市場部董事唐鳳玲小姐同我哋傾下呢個問題嘅。Hello Phoenix， 投資國際黃金喺下半年有啲咩方向或者理念呢？單單係8月份單月啦，個金價已經由1,600蚊升到1,900蚊，雖然好快已經作出回調，咁但係去到月底嘅時候啦，月底收市咧係去翻1,826蚊，企翻喺呢個10天平均線之上嘅。咁預料嚟緊嘅短期內啦，個金價將會喺1,780蚊去到1,850蚊呢一段嘅波幅入邊整固嘅。咁之後後市係依然睇好嘅。有好多外圍因素影響金價啦，投資者喺下半年應該注意邊幾方面去策劃佢哋嘅投資路向呢？喺周邊眾多嘅因素裏面呢，其實有幾個大方面投資者係特別要留意啦。咁第一當然係美國嘅經濟啦。咁次按危機到現時為止，已經差唔多4年㗎啦。而美國嗰個經濟復甦嘅步伐咧係比預期緩慢嘅。咁再加埋佢個失業率咧係一直都徘徊喺9%以上嘅。咁同埋喺今年嘅8月初啦，更加係俾標準普爾將佢嘅評級咧嘅信貸評級咧係由3A 降歸到去2A+ 嘅。咁可想而知，美係反映到美國所面對到嘅經濟壓力㗎。第二當然係歐元區嘅債務問題啦，呢個問題其實都幾嚴重嘅。雖然話就話歐元區各國咧，其實已經係同意咗對希臘提供第二輪嘅援助，咁但係因為市場會質疑希臘佢嘅還債能力嘅。第三點就係美元嘅弱勢啦。咁自從聯儲局係採取咗呢個量化寬鬆政策啦，將個息口調到近乎零，咁其實係導致到個美金咧係一路跌勢持續嘅。咁嚟緊最後一樣不可不提嘅，當然就係人民幣啦。人民幣嘅升勢，大家已經係有目共睹嘅。咁預料嚟緊個趨勢咧，個投資組合咧都會偏向喺黃金同埋人民幣嘅組合嗰度嘅。有人認為黃金喺投資項目裏面咧，算係比較穩陣嘅項目啦。你有咩睇法呢？另外你有咩意見可以俾翻投資者，令到佢哋喺投資市場上面不至於迷失方向啊？黃金其實一直以嚟咧都係喺經濟唔穩定嘅時候咧，作為一個資金避難所嘅。咁雖然話就話歐美各國其實而家已經好努力咁去嘗試解決佢哋國內嘅經濟問題，但係佢哋所需要面對嘅問題其實係唔少嘅。咁所以咧預料呢個嘅經濟問題將會持續一段時間啦，而呢啲係將會對黃金咧係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